2小時重擊伊朗南部，美軍最新空襲如何改變霍爾木茲戰場？當地時間2026年7月30日凌晨，一場規模空前的火海席捲了伊朗南部，從胡齊斯坦省的工業重鎮到扼守波斯灣咽喉的霍爾木茲海峽沿岸，接連傳出的密集爆炸聲徹底撕裂了短暫而脆弱的停火協議。霍拉姆沙克爾、阿巴丹、馬克沙克爾港、阿瓦士、布什爾、格扎姆島和巴斯港等地先後響起淒厲的防空警報，多地陷入黑暗。伊朗國家電視台和地方官員隨後陸續證實，多處關鍵設施遭到毀滅性打擊。數小時後，美國中央司令部 CENTCOM 公佈了這輪行動的基本輪廓。美軍在大約2小時的時間窗口內，對伊朗境內數十個伊斯蘭革命衛隊嘅目標實施了高密度的集中打擊，目標清單極其精準且致命，包括軍事指揮中心、地下導彈與無人機發射設施、海岸監視與防禦陣地，以及革命衛隊賴以生存的海上非對稱作戰網絡。這是7月下旬美伊短暫停火遭到實質性破壞後，美軍發動的最大規模報復行動之一。更重要的是，這也是美國自本月重新加強對伊朗軍事施壓以來，覆蓋地理範圍最廣、目標類型最完整、戰略意圖最深遠的一輪空襲。它不再是一次針對單一基地或單一事件的象徵性懲罰，而是一次橫跨伊朗西南能源走廊、波斯灣北岸和霍爾木茲海峽入口的系統性物理閹割。儘管社交媒體廣泛流傳美軍在行動中使用了100多枚導彈，但截至目前，CENTCOM 並未公布精確彈藥的使用數量，也沒有說明空襲具體由多少架隱形戰機、航空母艦、艦載機群或戰略核潛艇參與。但可以確認的是，美軍將大量精確制導彈藥 PGM 在極短的時間內集中投向數十個目標，行動瞬間覆蓋多個省份的防空識別區，顯示其戰役規模與協調複雜性明顯超過了普通的單輪報復性空襲。第一部分，破裂的軍勢。從伊朗導彈突襲到美軍2小時反擊，這輪空襲並非無本之木，其直接導火索發生在7月28日。這一天，中東脆弱的政治平衡再次被打破。當天，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向中東地區的美軍目標發射了多枚彈道導彈，這一舉動猶如在火藥桶上劃破了一根火柴，瞬間打破了雙方此前通過多方斡旋才勉強維持的低烈度對峙狀態。CENTCOM 在隨後的聲明中稱，美軍的多層防空網絡滿負荷運轉，所有來襲導彈均被愛國者和薩德等反導系統成功攔截。美軍沒有立即公布人員傷亡或重大軍事設施損失。然而，美聯社的深度報導指出，這次襲擊標誌着國際調停方包括中東部分中立國推動的新一輪停火努力再次徹底受挫。美伊軍事對抗的齒輪重新咬合，進入了不可逆的升級軌道。伊朗發動導彈攻擊後不到24小時，龐大而高效的美國戰爭機器開始運轉。CENTCOM 迅速組織並鎖定了報復行動的打擊坐標。按照美國國防部公佈的時間線，空襲於美國東部時間7月29日晚間展開，並在大約2小時後完成戰術撤離。由於伊朗比美國東部時間快7個半小時左右，這場由天外飛來的死神之雨主要降臨在伊朗當地時間7月30日凌晨。黑暗不僅為美軍的隱形戰機和巡航導彈提供了天然的掩護，也放大了空襲對伊朗守軍的心理震懾。空襲結束後，CENTCOM 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聲明，稱美軍資產打擊了數十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目標，涵蓋軍事指揮中樞、導彈和無人機地下設施、海岸雷達監視與防禦陣地，以及海上作戰鏈條。聲明毫不掩飾地強調，此次行動的核心戰略目的是進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力量威脅美軍、國際商業航運和海灣鄰國的能力。這段看似簡短、程序化的官方表述，實際上向外界揭示了五角大樓的4個核心戰略重點。1. 精準剝離目標。美軍刻意區分了伊朗正規國防軍與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打擊目標全部指向後者的指揮、導彈和海軍體系，意在削弱伊朗強硬派的武裝核心。
心。二、重心南移，打擊區域明顯集中在南部的工業與海防地帶，而非直接轟炸德黑蘭等政治中心。這顯示美國仍試圖將衝突控制在軍事博弈範疇，避免引發全面的政權更迭戰爭。三、拔除區域拒止體系，行動同時覆蓋陸基導彈、無人機巢穴、海岸監視網絡和海上快艇力量，說明美軍試圖在物理層面破壞伊朗精心構建多年的反介入區域拒止 AE/AT 體系。四、綁定國際利益，美國將保護駐軍海灣遜尼派國家安全和全球商業航運同時列為行動的合法性來源，向世界宣告霍爾木茲海峽已成為當前全球地緣政治碰撞的最核心戰場。第二部分，胡齊斯坦，伊朗西南指揮與能源走廊的震盪空襲發生後，伊朗方面最先確認遭到襲擊的重災區之一是扼守兩河流域與波斯灣交匯處的西南部大省胡齊斯坦省。伊朗國家電視台援引當地最高安全官員的通報稱，阿巴丹有若干核心地點遭到攻擊，省會阿瓦士至少有7處高價值地點被精確擊中。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的現場報道證實，阿瓦士部分地區在空襲後陷入癱瘓，一度大面積斷電。阿瓦士不僅僅是一座城市，而是戰略樞紐。阿瓦士絕不是一座普通的區域性城市，它位於伊朗最核心的石油產區腹地，是連接伊朗內陸高原、伊拉克邊境緩衝區和波斯灣深水港口的交通與通訊樞紐。多年來，伊斯蘭革命衛隊在這一地區苦心經營，構建了龐大的隱蔽指揮網、後勤補給線和機動導彈部署設施。幾乎所有通往阿巴丹、霍拉姆沙克爾和馬克沙克爾港的關鍵公路、鐵路網以及地下能源管線都必須在阿瓦士周邊交匯。如果美軍確實在阿瓦士同時精準攻擊了7個地點，那麼其戰術意圖絕對不是摧毀單一的防空陣地，而是系統性地斬首當地革命衛隊的指揮節點、通訊幹線、彈藥倉儲和區域防空雷達。打擊造成的局部停電，在現代戰爭中是一個強烈的信號，這通常意味着電網附近的地下軍事掩體、變電設施或軍民兩用的骨幹通訊網絡受到了直接波及或附帶毀傷。美軍意圖通過斷電斷網，讓該地區的守軍在接下來的幾小時內變成又核又聾的孤軍。阿巴丹與馬克沙克爾在能源紅線邊緣跳舞。阿巴丹位於阿拉伯河東岸，與伊拉克巴士拉地區隔水上望，這裏不僅是兩伊戰爭時期最血腥的絞肉機戰場，更擁有伊朗乃至中東最重要的世界級煉油和石化設施。空襲後，伊朗官方的通報極為謹慎，直稱若干地點遭襲，絕口不提是否波及煉油設施主體。而美國國防部也默契地沒有宣布攻擊了任何石油生產目標。從 CENTCOM 反覆強調軍事目標的嚴謹措辭來看，美軍的戰斧巡航導彈和聯合直接攻擊彈藥 JAM 更可能落在了阿巴丹周邊的革命衛隊駐地、隱蔽導彈陣地、港口軍用控制塔或沿河的光電監視系統上，而不是直接炸毀煉油廠的蒸餾塔。華盛頓的決策層在走一條極其危險的鋼絲，他們必須對伊朗施加足夠致命的軍事壓力，卻又必須竭力避免全面摧毀能源基礎設施。一旦伊朗的能源出口徹底癱瘓，不僅會進一步推高本就脆弱的國際油價，引發西方世界的通脹海嘯，也極有可能將沙特、阿聯酋等海灣盟國拖入不可預知的報復性戰火與更深重的經濟危機中。霍拉姆沙克爾和馬克沙克爾港同樣因為其巨大的軍民兩用價值而成為標靶。霍拉姆沙克爾扼守着卡倫河與阿拉伯河交匯的戰略水道，馬克沙克爾則是伊朗至關重要的石化中樞和深水港，與霍梅尼港共同構成了胡齊斯坦省的海運出口命脈。情報顯示，革命衛隊長期利用這些民用港口的掩護，穿插部署武裝快艇、自殺式無
無人艇、岸基反艦導彈如波斯灣系列反艦彈道導彈以及後勤轉運倉庫，美軍將其列入打擊範圍，擁有充足的戰術理由。不過，在迷霧重重的戰後評估階段，由於 CENTCOM 並未逐一解密在這些港口城市的具體毀傷坐標，主流媒體與國際衛星圖像分析機構如 Maxar 對當地毀傷情況的獨立核實仍處於拼圖階段。我們只能確認這些能源重鎮及其周邊發生了劇烈爆炸，但尚不能武斷地斷言其能源產業鏈本身已被切斷。第三部分，布什爾與霍爾木茲湖線拆解海上拒止網絡。如果說打擊胡齊斯坦是為了切斷後勤與指揮，那麼針對波斯灣沿岸的空襲，則是美軍為了重新奪回制海權的直接武力清場。布什爾核電站陰影下的暗戰，布什爾省歷來是每一輪美伊衝突中最挑動全球神經的敏感地帶。伊朗國家電視台報道稱，美軍戰機夜間低空突防，攻擊了布什爾省3個主要城市。由於布什爾是伊朗唯一投入商業運行的核電站所在地，每一次該地區上空響起爆炸，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和全球媒體首先關注的都是同一個問題：核洩漏了嗎？幸運的是，無論是 CENTCOM 的戰報，還是伊朗的抗議，目前都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布什爾核電站主體遭到攻擊。從美軍此前的戰術模式看，布什爾省的真正高價值目標是其周邊星羅棋布的沿岸對海監視、雷達、海岸防禦火力網、無人機起降基地以及革命衛隊海軍的隱蔽洞庫。早在此次空襲之前的7月13日，CENTCOM 就曾罕見公開，在一輪持續長達5小時的夜間行動中，美軍重點洗禮了布什爾、恰巴哈爾、賈斯克、科納拉克、阿布穆薩島和巴斯港等地。這足以說明，布什爾並非突兀地出現在美軍7月30日的打擊清單上，它早已是美國五角大樓計劃中必須被持續削弱的波斯灣北岸軍事網絡的核心節點。布什爾附近除了核電站，還密佈着軍用機場、海軍造船廠、長程防空雷達站以及通往哈爾克島伊朗最大原油出口碼頭的海上咽喉通道。革命衛隊長期以布什爾為依託，監視波斯灣北部的高價值商業航運，並利用沙克德系列自殺式無人機、隱形巡航導彈或蜂群快艇對西方郵輪形成實質性威懾。美軍反覆用重磅炸彈光顧布什爾，其戰略邏輯不是為了夷平這座城市，而是像修剪毒藤一樣，不斷切斷伊朗從波斯灣北部向海峽方向投射非對稱武力的觸覺。值得警惕的是戰爭的日出效應。伊朗政府在7月28日公布前期空襲損失時，罕見承認布什爾國際機場的跑道和導航設施已遭破壞，無法運行，周邊更有12座戰略橋樑和2條隧道嚴重受損。儘管美國堅稱只打擊被用於襲擾航運的軍用目標，但隨着這種外科手術式打擊的烈度不斷上升，軍民兩用機場、交通咽喉和港口設施遭到毀滅性附帶破壞的風險正在直線上升。格扎姆島與阿巴斯港直插革命衛隊海軍的心臟。縱觀整場2小時空襲，最具決定性戰略意義的彈道軌跡，最終落在了霍爾木茲海峽北側的格扎姆島和阿巴斯港。據伊朗媒體前線回傳的訊息，阿巴斯港傳出至少2次震耳欲聾的劇烈爆炸，格扎姆、基澤和阿布穆薩等島嶼也未能幸免。格扎姆島電網一度癱瘓。令人扼腕的是，伊朗國家電視台播發畫面稱，格扎姆市一棟平民住宅樓被彈藥直接命中。法爾斯通訊社隨後跟進報導，一對無辜夫婦及其2歲兒童在睡夢中死亡，另有兒童重傷。對於這一事件，美軍尚未作出詳細說明，暫無法確認是美軍精確彈藥偏離目標，還是遭到伊朗防空導彈碎片擊中。但這無疑為這場空襲蒙上了一層濃重的人道主義陰影。拋開平民傷亡的悲劇，格扎姆島和阿巴斯港在地緣軍事上
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格扎姆島猶如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橫緊在霍爾木茲海峽北側，其南岸直接俯瞰全球最繁忙的石油航道。革命衛隊海軍將這裡打造成了固若金湯的堡壘，利用島上複雜崎嶇的山地和喀斯特地貌，隱蔽部署了大量反艦巡航導彈與努爾導彈、雷達陣列、無人機發射導軌和裝滿炸藥的半潛艇。阿巴斯港更是伊朗南部海軍的中樞神經，正規海軍和革命衛隊海軍在此皆設有最高級別指揮部。霍爾木茲海峽沿岸所有的海上光電監視、艦艇後勤補給、戰術指揮體系皆受阿巴斯港節制。如果我們將格扎姆島、阿巴斯港、阿布穆薩島、賈斯克和石里克，儘管地方官員否認石里克直接遇襲，但其同屬該防區在戰區地圖上用紅線相連，一條死死扼住霍爾木茲海峽咽喉的回形火力帶片躍然之上。伊朗依靠這條火力帶執行其標誌性的三步走封鎖戰術。第一步，利用岸基雷達和 AIS 監控網絡鎖定高價值商船。第二步，派出快艇狼群和無人機逼近襲擾。第三步，在極端情況下使用反艦導彈和智能水雷徹底封鎖海峽。美軍7月30日凌晨所做的，就是用2小時的極限火力，逐段砸碎這條火力帶。目標已經從最初的海邊導彈發射架，深入升級到了內陸的指揮中心、數據鏈中繼站和高層軍事建築。換句話說，美國正從打掉伊朗發射的子彈，轉向摧毀伊朗發現目標，下達開火命令，扣動扳機的完整殺傷鏈 Kill Chain。第四部分，消耗戰的邏輯。從5小時空襲到12夜連續打擊，要真正讀懂7月30日這2小時重擊的歷史定位，絕不能隻盯着這120分鐘，而必須將其置於整個2026年7月美軍發動的夏季空襲戰役的宏大圖景中。這場戰役的高潮始於7月13日，當日美軍出動多架次戰機，實施了一次長達5小時的跨區域地毯式精確打擊，將火海傾瀉在布什爾、克巴哈爾、賈斯克等地。CENTCOM 當時的聲明毫不掩飾其戰略意圖，剝奪伊朗攻擊商業航運的物理能力。自那一天起，波斯灣的夜空再未寧靜，美軍幾乎保持了每夜一襲的高頻節奏，直到7月22日 ，CENTCOM 高調宣布完成連續第12夜空襲。該輪長達5小時的轟炸，徹底梳理了伊朗的導彈儲存設施與防空雷達網。CENTCOM 在階段性總結中透露，整個7月，美國已摧毀數十處伊朗陸上高價值設施，並事實上重新在霍爾木茲水域建立了一定程度的海上封鎖態勢。截至22日，美軍稱已迫使9艘可疑商業船隻改變航向，擊斃或癱瘓了1艘企圖強闖伊朗港口的特種船隻。為了支撐這龐大的空中戰役，超過5萬名美國重裝軍人已被部署或重新調配至中東各戰略基地及航母打擊群中。在連續12夜的重擊後，雙方 KN-G 4出 GN6 短暫的戰術喘息，直到伊朗7月28日用彈道導彈打破沉寂。美軍在不足48小時內就發動了7月30日的2小時高密度空襲，這向外界傳遞了一個冷酷的事實：華盛頓已經建立了一套自動化、程序化且近乎固定的非對稱報復機制。這套機制有2個極其恐怖的特點：一是全域連帶報復，如果伊朗從腹地深處的某個荒漠基地向美軍發射了1枚導彈，美軍的反擊絕不局限於炸毀那個沙坑，而是會順勢摧毀南部沿海的2個港口、3座雷達站和1座革命衛隊兵營。美軍在這機不斷從伊朗整體的戰爭潛能中扣減分數，二是利用時間差實施疲勞戰。伊朗方面為了保存實力，必須在白天不斷偽裝隱蔽機動發射車，轉移寶貴的無人機，搶修被炸毀的雷達，並重新架設野戰通訊。而美軍則利用太空的偵察衛星和高空的 RQ-4全球鷹無人機進行24小時單向透明的監視。一旦夜幕降臨，伊朗目標因調動而暴露，新一輪的偵
正確制導炸彈便會如約而至。這是一場極其殘酷的現代系統消耗戰。美國消耗的是彈藥，而伊朗消耗的是難以再生的先進雷達、導彈發射車以及整個軍事網絡的神經系統恢復能力。第五部分：戰略博弈與未來走向。霍爾木茲海峽的深淵穿透隆隆的爆炸聲。美國在這場戰役中真正試圖實現什麼戰略目標？從 CENTCOM 連續發布且不斷擴大的目標清單可以看出，現階段白宮和五角大樓並未將全面入侵佔領伊朗領土或直接武裝推翻現政權設定為可行目標。美軍目前所有的武力投射都在極力執行一項宏大的系統降級工程，集中閹割伊朗的四大核心能力：一、遠程投射力彈道、巡航導彈及無人機群，阻止其對以色列駐中東美軍及遜尼派盟國的跨國界打擊；二、海峽封鎖力反艦矩陣與水雷，確保霍爾木茲這條佔全球石油運量20%以上的能源大動脈暢通無阻；三、指揮與戰場感知力雷達、數據鏈與 C4ISR 系統，撮合伊朗軍隊的眼睛，切斷其大腦與四肢的聯繫；四、戰損恢復力交通節點與軍用後勤網，遲滯其補充彈藥和兵力調動的速度。五角大樓試圖通過這種戰法，將一支曾有能力在整個中東策動代理人戰爭、組織跨國別海陸空聯合作戰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物理切割成一批彼此孤立、失去情報支援、各自為戰的地方游擊隊。現實的泥潭，無人能全身而退。然而，在宏偉的戰略藍圖之下，戰術層面的限制和反噬同樣讓美國頭痛不已。儘管美軍掌握着絕對的制空權和戰場單向透明度，但空襲只能摧毀固定設施。面對伊朗廣袤的地形、迷宮般的地下長城以及革命衛隊數十年來積存的游擊、反偵察經驗，徹底消滅化整為零的機動導彈發射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更致命的是，雙方在成本與收益上的極度不對稱。伊朗根本不需要在正面對抗中擊沉美國的航空母艦，他們只需要偶爾讓幾枚廉價的無人機或彈道導彈突破防空網，擊中一艘超級郵輪，或者造成幾名美軍士兵傷亡，就足以在國內政治上給白宮造成巨大的輿論風暴，並引發華爾街對原油斷供的恐慌。美聯社的防務報導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攔截伊朗的報復火力，美國及其盟國正以驚人的速度消耗極其昂貴的愛國者帕克3和薩德法防空導彈庫存，用數百萬美元的高精尖攔截彈去擊落價值僅幾萬美元的伊朗沙克德無人機。這種大炮打蚊子的防空模式在經濟上是完全不可持續的。隨着防空庫存的見底，美軍指揮官將面臨更加殘酷的選擇：放棄攔截某些非致命目標，從而被迫承受武器突破防禦帶來的人員傷亡風險。此外，平民傷亡的增加和民用基礎設施的損毀，正在國際社會層面急劇消耗美國的道德資本和政治耐心。更不用提，一旦霍爾木茲海峽的衝突烈度越過某個臨界點，全球油價的狂飆將直接化為通脹的利刃，反刺美國本土的消費者與現任政府的選票。熱語戰爭中心的轉移與未卜的前路。7月30日凌晨的這2小時，雷霆一擊是這場戰爭的一個清晰分水嶺，它標誌着當前美伊博弈的絕對重心已經從幾年前圍繞內陸核設施的暗殺與破壞，徹底轉移到了決定全球經濟命脈的霍爾木茲海峽之上。在這裡，雙方正打着一場雞同鴨講的戰爭。伊朗試圖用快艇和導彈向世界證明，只要德黑蘭願意，霍爾木茲海峽隨時可以變成禁航區，而美國則用2小時傾瀉的成百上千噸炸藥回應。伊朗每扣動一次扳機，就會被砸碎更多的沿海雷達和指揮中樞，從亞瓦市的能源走廊到布什爾的核電陰影，從格扎姆島的死海微光到阿巴斯港的廢墟，美軍的轟炸軌跡勾勒出了一條血淋淋的對峙線。戰報上看似輝煌的戰果，並沒有帶來任何
何決定性的戰略轉折。美軍贏得了戰術上的車柯一夫一撈啊一撈二，卻無法拔除伊朗深埋地下的非對稱戰爭潛力。伊朗承受着抽筋拔骨的物理打擊，卻依然握着能讓全球能源市場心驚肉跳的底牌。真正決定中東命運的，不再是美軍一晚上能投下多少枚制導炸彈，而是這場關於意志與資源的極限拉鋸戰中，誰的內部防線會率先崩潰。在華盛頓找到將軍事碾壓轉化為有效政治協議的方法之前，或者在德黑蘭耗盡最後一具無人機發射架之前，7月30日午夜的這2小時重擊絕不會是故事的結局，它僅僅是下一場更大風暴的序章。